你係咪每日朝早叫細路起身出門口，夜晚叫佢執玩具，都嗌到把聲沙晒？其實唔係細路故意同你作對，而係你用咗大腦最討厭聽嘅指令。今日唔講道理，直接公開10句心理學認證嘅秒修復金句，學識呢招，屋企即刻靜晒。點解傳統嘅催促好似快啲啦，唔好喊啦，完全冇用。因為當小朋友情緒嚟了嗰陣，大腦嘅理性區會直接暫時停止運作，無法接收同處理外界嘅指令。與其命令佢，不如善用心理學嘅自主權同埋遊戲化，幫下你手。第一招，唔好再問刷唔刷牙，試下講呢兩句，你係想自己行入去，定係要我抱住你當火箭飛入去？同埋你係想先刷上面，定係先刷下面？俾個選擇權佢，佢就會乖乖聽你話啦。